分設有最佳辯論員獎項。第9場初賽嘅議題係單性別學校對青年發展利大於弊，對賽隊為正方嘅教業中學。以及反方嘅聖公會澳門賽高中學。喺比賽開始之前，首先我為大家介紹今日我哋嘅5位評判。佢哋分別係獨立工程顧問及監理朱家傑先生，港澳創新創業交流協進會副會長、澳門執業律師劉志宇先生，澳門戲劇教育學會會長胡英賢先生，澳門演藝文化協會副會長何兆光先生。澳門演藝文化協會副會長陳家榮先生，好多謝5位評判付用抽空出席並擔任呢場比賽嘅評分工作，多謝晒。本次賽事嘅賽規喺第1場初賽已經宣讀，請問雙方同學對賽規有冇疑問？好，若果冇嘅話咧，我哋接住落嚟係試咪嘅環節。試咪嘅先後順序將會按照出場嘅次序。首先，我哋有請正方主辯白嘉南同學。試咪，大家好。首先好多謝主辦方為我哋提供咗優質嘅場地，都多謝咗5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抽空出席。我哋係教育中學嘅初降，今日嘅比賽未必好，但係我哋都會盡全力去做到最好，打好呢場比賽。最後祝大家母親節快樂，多謝各位。方主辯于瑤同學。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首先，嚟到今場比賽嘅最尾一場，多謝各位評審辛苦晒嚟評判咁多場比賽啦。咁都希望我哋今日對賽雙方可以為大家帶嚟一場精彩嘅比賽。多謝各位。正式開始。首先，我哋有請正方主辯白嘉南同學，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鐘，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昔日受到保守嘅社會風氣以及宗教因素影響，傳統教育一直奉行住性別隔離嘅理念，但過去嘅文風純樸，再配合上單性別學校，接觸異性嘅機會微乎其微，的確會影響咗學生嘅人格發展，弊處相當明顯。所以直到呢一個世紀，隨住社會觀念嘅開放以及普及教育，目前嘅男女校已經係世界主流。主席評判，雖則單性別學校已屬少數，但俗語話10年河東10年河西。2025年嘅當下，世界經過咗多次嘅性觀念突破 （sensory liberation）， 現代人嘅觀念非常前衛，開放性關係、早戀、婚前性行為司空見慣。除咗面對開放性嘅挑戰，亦致力推翻性別刻板印象，主張男嘅為何爭子，女嘅可以揸電鑽。故此，曾經男女校可以接觸嘅異性，符合咗社會嘅預期優點，而家已經逆轉為缺點。單性別學校嘅純樸環境，反而成為咗校風嘅保障，亦成為咗平權嘅搖籃。我方支持今日嘅辯題，基於以下嘅3大論點：一、抵抗不良風氣，提防早戀早育。手機普及，接觸不良或者色情嘅資訊易如反掌。中學生年紀輕輕，已經一個自稱為老司機。青年人對異性好奇，近水樓台，好多早戀對象都係同班同學，甚至同桌的你。上海社會科學院就針對咗不上課嘅學生展開咗早戀調查，結果顯示青少年性心理開放，包容到
破刻板印象，提倡性別平等。時代進步講求打破性別框架。台灣新性專欄作家小歪就喺著作度曾經提及到，沒有男性嘅世界入邊，我反而可以做到真正嘅自己。刻板印象同社會預期一直係壓喺性別平等頭上嘅兩座大山。當成間學校都係女仔，聚會嘅星期九，放學嘅籃球場、數理科、操場工作再唔係男仔嘅專利。男女校會複製原來嘅性別觀念，並且加以固化。相反，單性別學校可以令人更加勇於挑戰刻板印象，打破社會無形嘅性別框架。三、排除性別差異，鼓勵因材施教。根據新南威爾士大學生物學嘅研究統計，基於大腦嘅結構唔同，男仔喺學習領域以及學習進程上都存在住唔同。男性嘅邏輯運算能力比較好，而女性嘅語言區就比較發達。可見單性別學校有助收窄學習差異，亦可以減弱弱勢方嘅自卑心態，更有助於學生嘅成長。最後想問下由方同學啦，安排一班到兔年華嘅少男少女，每日一齊相處，咁樣嘅圖樣又點樣可能做唔出做完嘅結果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辯所用時間係3分鐘，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我哋有請反方主辯于連同學，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鐘，準備好請向計時指。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要討論辯題，首先要先了解青年發展所培養嘅核心能力係乜嘢。美國21世紀關鍵能力聯盟就提出咗現今青年需具備嘅4項能力，包括溝通、合作、批判性思考同創造力。學校係青年社會化嘅重要一站。今日正方若要正立辯題，則需要論證清楚，單性別學校比起男女混校更有利於促進學生嘅社會化發展。而我方反對辯題主要基於以下2點：第一，雙性別學校有助青年適應未來社會嘅真實場景，為青年保持真實社會嘅橋梁。日本經濟產業省報告指出，單一性別學校嘅畢業生喺跨性別團隊當中嘅適應能力評分較低。英國研究亦顯示，男女校學生喺團隊合作、衝突解決、跨性別溝通等核心嘅社交技能上嘅評分係顯著高於單性別學校嘅學生。美國腦科學研究進一步佐證，當單性別學校嘅學生喺面對異性嘅時候，其焦慮程度比男女校學生高出35%，連基礎嘅社交活動都演變為生理性嘅焦慮啊！反映到未來職場上，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對24個數據嘅追蹤顯示，男女校畢業生嘅就業率係高過單性別學校7%，年薪亦都高9%，而且更加容易晉升管理崗位，因為溝通同埋合作嘅能力培養唔係靠理論，而係靠實踐。當單性別學校嘅學生連一場跨性別會議都戰戰兢兢時，男女校學生早已喺多元碰撞當中練就從容，呢個先係真正嘅贏喺起跑線。自然，單性別學校不利於青年發展。第二，單性別學校更容易有性別標籤，固化性別思維，加劇男女對立。頭先地方主辯話單性別學校會打破刻板印象，但美國一項針對60所中小學嘅課堂觀察發現，單性別學校嘅教師使用性別化嘅語言嘅頻率係比男女校高出40%。灌輸男仔必須勇敢，女仔應當文靜等分界，將鮮活嘅個體壓縮成為性別嘅符號。荷蘭2023年研究顯示，單性別學校學生選擇傳統性別職業嘅比例係高過男女校學生28%，女仔更容易扎堆護理同教育，男仔則壟斷工程與器械。更進一步，如果理方嘅邏輯係因為女仔唔夠膽喺男仔面前揀班長，於是就送佢哋入女校，就一定有女仔揀到班長，本質上係喺度追求向下之遊。去到大學有男有女，佢哋一樣唔夠膽揀班長，因為女校教識佢哋嘅係冇男仔你就可以揀班長，而男女校教嘅係只要有能力，男女學生都可以做班長。綜上所述，辯題理應不成立。多謝各位。2分53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我哋有請正方一副劉嘉文同學，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鐘，準備好請向計時指。主席、評判在座
在各位，根據弗洛伊德嘅人格發展論認為，青春期係性的覺醒期，青少年開始對異性產生好奇同興趣，對交往拍拖充滿幻想，會開始有心儀嘅異性。中學階段更加會達到高峰，苗條淑女、君子好逑都係不變自明嘅道理，刻喺每一個人嘅基因當中，想改都改唔到。而男女校一直喺早戀交往嘅問題上面備受爭議。中學生全日制返學，由朝早8點到下晝5點，日日閒閒地朝夕相處10個鐘，一齊上堂，一齊傾偈，一齊玩。中學生活日久生情，對異性產生興趣，甚至乎產生戀情，其實都只不過係時間嘅問題，好快就會愛戀沒經驗，今天錯發現。之後早戀呢一種病毒，好快就會惹到全班都係。男女校根本就係一個早戀嘅溫床。有方都係男女校，又或者評判讀過男女校，相信係過來人都一定明白。但慶幸過去屋企嘅家教好嚴，拍拖俾阿媽捉到打死都似啊！但無可奈何，近10幾年 Y 世代、Z 世代好多嘅價值觀都有翻天覆地嘅改變。2013年嘅青少年戀愛觀調查入面，有接近2成嘅青少年都表示過有拍拖嘅經驗，當中6成甚至喺12歲之前就已經有。加上近年不良資訊氾濫，時下年輕人嘅性觀念已經開放到大家難以想像。根據香港家計會針對中學生嘅性態度調查，由1991年到2021年，接受婚前性行為嘅人數每年上升。最新數據更有2成人認為完全冇問題。中學生首次性行為嘅平均年齡，大家估都估唔到，女仔係15.1歲，男仔更低去到14.2歲，就係聽到爭啲想報警。當然，我都明白要出事點可以出事，但觀念開放，加上青少年唔夠成熟，容易情緒波動，判斷能力亦都比較弱。喺層層夾擊底下，男女校已經成為近水樓台，日久生情嘅一級致癌物。單一性別學校可以大大減少早戀嘅可能性，對讀書同埋成長都係一件好事。啱啱有方主編開篇立論，指出男女學校最偉大嘅作用係接觸異性，促進人際關係。其實我都唔反對接觸異性，亦都明白社會上面有男有女，但想收到上述嘅效果，方法其實仲有好多。生活當中亦都並非只有學校，讀男校唔代表你一日24小時淨係見到男仔，完全唔接觸異性。我方想先由一副嘅位置向右方作出挑戰，到底想學會同異性相處，係咪已經冇其他手段可言？偏偏要喺最敏感嘅年紀，用最多嘅時間再放喺咁緊密嘅相處中，仲未計係咪學得到？呢個風險評估點樣做？希望有方後續回應，多謝各位。正方一票所用嘅時間係2分59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有請反方一副余嘉偉同學，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鐘，準備好請向係停止。好啦，首先有方同學同你講，單性別學校可以防止早戀早育。但我俾一個數據你，肯亞教育局喺2018年嘅數據指出，追蹤咗2000名青少年嘅性健康數據指出，單性別學校意外懷孕率比男女校高咗18%，因為佢哋缺乏咗安全性行為嘅教育同埋實踐，同埋與異性溝通嘅機會。隔離反而係會導致佢哋不健康地探索，而唔係去保護佢哋。跟住有方同學都講啦，我哋青少年係有好多對於異性嘅探索㗎嘛。咁其實呢啲探索係唔會因為你隔離咗男性同埋女性有任何嘅削弱，佢哋要好奇依然都會喺網上邊喺放學之後會有好多嘅唔同探索。但係你知就係因為女校同埋男校嘅出現，佢哋係等你喺學校學習期間佢哋接觸唔到任何嘅異性，所以佢哋唔得從老師嘅教育當中得到實踐。我哋唔明白真正嘅異性關係點樣健康先係一個異性嘅關係，所以當我哋喺校外嗰時接觸到啲女性，就通常會產生一啲唔好嘅一啲行為啦。咁同埋有方同學亦都講啦，我哋有好多關於男女之間嘅一啲開放性嘅思維係近代出現啦。反而男女校可以透過我哋老師嘅教育，加埋我哋平時嘅實踐嘅方式，透過老師上堂教同埋我私底下同女性嘅接觸，分組合作，認識到女性其實係一個點樣嘅人。同埋反而咧，我哋生活上有好多嘅女性係一啲固化思維，導致我哋可能覺得女性做嘢都係婆婆媽媽，但係我哋喺現實生活中接觸到咧，其實女性好多都係勁過我哋嘅喎。同埋喺網上面亦都有好多關於男性嘅固化思維啦，話咩男性都係色狼啊，有男性凝視呢啲嘢。
但係我哋知道只係一部分嘅男性係咁啊嘛。但係如果你喺女校讀書嘅話咧，你可能聽到呢啲思維，跟住你又同成班女性喺度傾下咁樣，就會導致你覺得全部男性都係咁樣。但係正正喺男女校我哋合埋一齊，我哋先至知道男性都有好多好紳士好好嘅一啲人。跟住有班同學就話我哋而家接觸咧就會導致好多早戀嗰啲唔知咩問題，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唔相處，大學嗰時兩性相處反而會更加大問題。其實我哋同異性相處就係一個未來嘅一個考試，我哋未來入大學入社會就係呢場考試，我哋中學階段就係去溫習。咁你唔溫習當然冇壓力啦，但係有班同學又要未來我哋可以成為一個正常嘅人，咁我哋淨係溫5分鐘習，咁邊可能又要考100分啊？最後班同學呢個係唔合理㗎嘛。而呢一場考試我想講係冇成績表嘅，因為佢未來就會反映係你人生係點樣，到底你係一個認識到男女關係，到底係一個點樣正常發展嘅人，定係認識到男女關係係一個畸形發展嘅一個人咧？所以你而家唔溫快入到社會會有更加大嘅壓力啦。跟住有幫我又話會有男女嘅干擾啦。第二我想講，學會係有干擾嘅世界，啲生活係每個人都要學會嘅啲能。你中學唔學，大學先學就已經太遲啦。我哋有數據證明，你中學如果唔進行男女混合嘅實踐，甚至有啲女生會演變成生理性嘅焦慮，到時職場入邊，你對於男性或者女性係有高於男女校35%嘅焦慮感。有同學咁樣只會更加你得不償失，而且就係你未來入到大學入到社會咧，其實一個人係唔得接受一個突然間斷崖式嘅一個新嘅事物嘅嘛，你必須要有真正嘅實踐、真正嘅學習，所以今場比賽絕對唔成啦。多謝各位。時間係3分07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我哋有請正方二副金永森同學，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鐘，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我方今日論證辯題，由始至終都強調一個非常重要嘅背景資訊，性觀念開放、LGBT 覺醒運動等等，都令到兩性關係同社會預期即將發生變化。今日有方不斷用舊嘅觀念去論證辯題，其實今日有方嘅思路都好直接㗎，有男有女，咪就去學識同異性相處同埋合作咯。但我方大膽批評，為咗同異性相處係男女校，喺科技發達、性開放嘅今時今日，不但係冇咁嘅需要啊，仲會引發高機率嘅早戀同埋親密行為，絕對係得不償失，弊大於利。而且我方對於男女校有助提高社交能力，仍然係非常質疑㗎。事實上，社交能力係受家庭背景同埋性格去影響最大。單性別學校亦都可以有社牛，男女校亦都可以大把社好。咁有方又話啦，男女校可以了解異性，但係人本身就係個好複雜嘅動物，女人更加複雜之中嘅複雜啊！我父母就算瞓埋喺床幾十年都好啦，咁我老豆都點解日日俾我媽鬧，話佢唔明我諗緊啲咩嘅？咁到底今日有方同學所講嘅學會相處、了解異性，同男女校到底有幾大嘅關係啊？另一方面，時代進步，性別平權已經係大勢所趨，但性別平等並唔係將男女放為同間學校就叫做性平平等。真正嘅性別平等係將所有事情嘅標籤撕去。傳統社會對於工種、性別等等都有太多嘅性別定型啦，好多人終其一生都唔敢忠於自己，要為刻板印象嘅陰影之下。而最遺憾嘅係，我方認為男女校嘅制度係好難以擺脫現時嘅刻板印象，例如升旗儀式啦，升旗手基本上都係為一啲身形比較高大、挺拔、外表威嚴嘅人。咁而喺男女校當中咧，基本上除非校方刻意去干預啦，否則女性基本上係冇機會去擔任嘅。咁又例如班房嘅壁布設計，基本上都係女仔包辦，舉辦活動時候嘅操縱工作都係男仔負責。在座各位，今日有方同學所提到男女校係社會嘅縮影，其實我方唔否認，但問題正正係在於學校不單止效仿咗原來社會嘅模式，同將舊社會嘅偏見惡習一齊複製，而單一性別學校正正就可以扭轉局面，用另一個角度去審視問題，去分配工作。當全校都係男仔嘅時候，做邊個人選評判標準係邊個有美感、夠細心，而非男定係女。當全校都係女仔嘅時候，做操縱工作嘅評判標準係邊個更加強壯、有責任心，並非男定係女。單性別學校可以直接改變學生嘅思維框架，令到學生做事嘅第一判斷係能力同埋態度啊，而非性別。
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有請反方二副蘇子健同學，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鐘，準備好請向計時指。試咪。我啱啱有個同學講到話，男仔就只可以喺男女校裏面，男仔係升旗手，而女仔咧就係做壁報嘅主要負責人。首先我先明確一點先，其實我哋學校女仔都係有升旗手嘅。好，對比話係有更加多嘅機會啦。咁咧，譬如話做升旗啊，就係得男仔去做；做壁報咧就得女仔去做。其實呢個咧有個同學講緊呢啲，我哋有更加多能力咧，其實呢係個假需求，而唔係一個真正嘅需求。我哋而家要培養嘅青年應該係喺男女同時有嘅地方度都有呢個能力係去做到壁報、做到升旗手。呢個先係我哋要去為未來嘅青年去培養嘅能力，而唔係話我哋只可以喺一個有女性嘅環境裏面就培養佢哋去做呢個班長啊或者做壁報嘅能力。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完全係一個假嘅需求。啱啱有同學都講咗，有美感嘅就應該可以做。係啦，我哋而家要培養嘅就係呢一種嘅能力，有美感嘅人就可以做壁報，就唔限結於係男仔定係女仔。好啦，啱啱有同學一直喺度話性開放，點解性開放？其實有同學對於單性學校其實係減少干擾嘅負面效果係更加多嘅。我哋而家已經講就追蹤咗肯亞2000個青少年嘅健康數據話，佢哋讀單性嘅學校嘅意外懷孕率係會高18%。而點解我哋而家係性開放環境，我哋都知，所以我哋而家嘅性教育已經係從小學開始做起啦。我哋都知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係我哋求之有道，性知識唔足，我哋唔應該要斬腳趾避沙蟲，將佢哋進行一個性別隔離。我哋更加應該要做嘅就係要令到佢哋去學識點樣去對兩性有一個接觸，適合嘅接觸。而我哋單有理論係唔夠嘅喎，我哋點樣實踐出嚟啊？咪就係用男女校咯。我哋日日我哋會同異性去進行一啲交流，甚至會有啲摩擦，但係呢啲我哋認為係一啲合理嘅接觸喎。咁如果有同學，其實呢啲係一個合理嘅接觸，因為我哋只有同異性經過咗接觸，經過咗磨合，我哋先可以更加容易喺大學甚至喺社會上面去同異性有一個更加好嘅深層次嘅交流啊嘛。好，啱啱有同學話我哋係可以減少一個黑板印象，但係單性學校係會以男女差異進行分班，實質係黑板標籤嘅分床，所以顯示單性學校老師係會用男仔應該要勇敢，女仔應該要文靜等等偏見語言嘅比例係比男女校高40%。課程更加強制女仔要學跳舞，男仔要學體育，忽略咗個體差異。換言之，單性學校係會以性別作為標準施教，實際係對學生多樣性嘅壓抑，並唔因材施教喎。單性學校更加會話隔離保護，但係其實佢係令到學生對異性一無所知。研究亦都有顯示，單性學校畢業生喺面對異性嘅時候，大腦恐懼區域嘅反應活度係會高出35%，社交焦慮高23%。人對於陌生群體嘅恐懼往往係源於無知。當學生長期生活喺一個單一性嘅環境裏面，異性就容易標籤成為他者，甚至衍生出對立嘅情緒。喺2024年喺嘉義女中喺實驗班度宣布招收男仔啦，校長就聲稱呢個係俾有數理優勢嘅男仔去帶動女仔學習，但係咧就會產生咗強烈嘅抗議喎。啲女仔話：我哋唔應該要俾人當作第二性，女仔係冇男仔咁差等等嘅標語。可以見到單性別學校嘅學生係因為較少接觸異性嘅同人，就導致佢哋容易受到片面嘅性別觀念所影響，長期處於一個同性環境，缺乏交流理解，就會令到學生固化咗黑白偏見嘅印象，喺接觸異性嘅時候會產生偏見，從而引發出性別對立。所以咧，職場需要協助，家庭需要理解，社會需要包容。今日我哋提出嘅結論啦，多謝各位。而家青少年喺互聯網嘅影響下，比上一代更加容易接觸到關於性嘅信息，青少年早戀現象不時成為非常普遍。喺性觀念咁開放嘅時代，係好事定係壞事？冇錯啦，有方同學，正因為而家社交媒體咁盛行嘅情況之下，男女分校其實係阻止唔到你想要同異性接觸嘅，所以反而係透過我哋喺男女校已經又透過教育又透過實踐嘅方式，先可以令佢接觸到正確嘅性別觀念。有方同學其實係咪冇拍過拖啊？我嘅地方係咪就係主張通過性別隔離係令到佢哋防止種分組嘅咧？有方同學唔係絕對隔離，但係至少減少咗機率。但係有方同學啱啱先同我哋講，我哋可以透過社交媒體去接觸到更加多性嘅知識，而家又話要用單性嘅學校去隔離，咁其實有方同學係咪自相矛盾緊呢？而家好，有方同學而家問你啊，你中學唔學點樣同異性相處，咁你未來點樣去識到同異性相處咧？有方同學可唔可以答咗我先？你冇拍過拖啊？第一，拍唔拍過拖同今日辯題冇關係。第二，我哋今日去評組分組嘅，應該要去教育佢哋點樣正確處理男女嘅良性關係，而唔係好似你方嘅態度去一言廢食。因為食飯要求生素命，唔係佢哋食飯呢，唔係你方嘅態度咯。我再問你啊，點樣去教識佢哋點樣同異性相處啊？有方同學問你啊，每日同異性接觸10個鐘仲唔計課外活動、社團活動，你覺得接觸得多唔多啊？好，起碼你方係單性別學校係1分鐘都冇同異性接觸過，我方起碼係一個10個鐘頭
係男女共存嘅環境，係可以學到點樣同男仔女仔去團隊合作同埋跨性別溝通。我第二次問你冇圖俾我問題，點樣學識同異性溝通？有冇同學你喺單性唔係你喺男女校度究竟學識咗乜嘢同異性相處嘅技巧？好啊，再問你啊，點解你會覺得接觸唔到異性咧？你有冇媽媽啊？喂，你有冇姊妹啊？咁你係平時喺巴士度見唔到女人，大家都係咪冇女人先？課外活動啊、暑期班啊，呢啲係咪接觸唔到異性？佢哋當然係異性，但係呢啲異性可唔係同你長期相處嘅異性？唔係，我哋見到呢啲同輩嘅同學，先係可以同你長時間接觸。喺小組報告入面，我哋可以一齊努力激盪，去一齊解決衝突，一齊跨性別溝通。呢、個正正就係男女學校先可以培養到呢種社會化適應嘅能力。所以其實你方都係知道，單性別學校係完全冇辦法培養呢種能力嘅。咁我再問你啊，我方主編都講過啦，單性別學校更加偏向使用性別歧視嘅語言，你方點樣解決呢種加深性別刻板印象嘅問題？有冇同學即係成日迴避我問題㗎？我而家問你啊，異性同異性交往同人交往有咩實質上嘅區別？一定要喺男女校度學。實質嘅區別咪就係我哋應對異性嘅時候，我哋焦慮感會提升咯。同埋有分同學再問你一個老細去招人嘅時候，佢到底會請一個咩人都可以合作到嘅人，定係請一個淨係可以同同性合作嘅人啊？有方同學話嗰啲焦慮其實咪就係同人相處唔夠多，咁我咪只要正常同人，我每個人只要見到就打聲 hello， 咁我咪就可以基本上交流到先。有方同學學過英文先。係啦，就係差唔多，就係因為溝通唔夠多，所以我哋咪更加應該要喺男女校度更加多同異性溝通，更加努力激盪，更加去一齊去解決問題咯。呢、個咪就係正恰地去印證咗我方嘅立場咯。多謝有方同學。有冇同學？冷靜啲先，有冇同學？有冇同學再問一問你？一個老細要請人，會請一個只會同一個性別溝通嘅人，但係會同一個邊個都可以溝通到嘅人。有方同學講得冇錯啊！喺男女校度咧，同異性接觸嘅機會更加多啊！所以咧，我哋就早戀不時性行為，知唔知啊？女仔平均第一次性行為嘅年齡係喺15.2歲，男仔係喺14.1歲啊！方同學，咁係咪咁係咪唔同啊？已經講得好清楚啊！單性別學校意外懷孕率係18%，呢個係我一路提出嘅數據。第二就係今日地方嘅做法根本就係因噎廢食咯。你驚因為一個人行路會棘親，所以你係咪以後都唔會行路？有冇？好啊，有方同學，咁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啊，用咗時間去拍拖，咁係冇時間去温書先？都講咗男女分校阻止唔到你想要接觸異性，想要拍拖咯。所以根本上，你覺得一個人佢入到大學之後，得唔得突然間接觸一個斷崖式佢之前從來未接觸過嘅嘢啊？你都講話男女校會容易都隔住唔到佢接觸異性咯，咁學校仲得了嘅，接觸異性嘅機會咪越嚟越多？就係接觸異性嘅機會多，我先會學會點樣去同異性去正確地去相處咯。唔係好似李方咁樣啦，李方係就係抱住一個迷思，我就一世問係我嘅烏托邦裏面，咁我就唔使去面對社會，我就只要去面對一個同性嘅啫。好，有冇同我哋先講，你先解決翻啲問題先。單性別學校點樣可以解決加深刻板印象問題？點解解決唔到先？有冇同學可以俾啲例子我聽下？我方而家問你點樣解決啊嘛，我點樣解決㗎？正方可以繼續。單性別學校唔係完全隔絕異性，而係讓大家唔需要考慮性別刻板印象，去學自己真正中意嘅嘢啊！單性別學校個個都可以同異性相處㗎，唔一定要男女學校先可以咁㗎。男女學校會製造更多嘅機會，令到你同異性相處，增加你哋早戀嘅風險㗎。有冇同學意外懷孕就真係為佢一生㗎啦？呢個我哋冇試錯嘅機會，唔值得我哋咁樣去做啊！再問你啊，就算你喺青少年咁學識咗同某啲異性相處嘅技巧，出到社會之後仲啱用咩？你中學嗰時諗嘢同你成年諗嘢一樣咩？咁其實今日有方同學一直喺度迴避緊一個問題啦，又話究竟有冇回答過自己有冇拍過拖？咁其實咧我有兩個答案嘅。如果你冇拍過拖，咁即係你都係唔明㗎啦。咁你有拍過拖，咁其實你應該都知道其實教唔聽㗎喎。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家長同你講唔好拍過拖啦。仲有同學一直都喺度自打嘴巴，一陣就話有時間接觸異性，一陣就話冇時間接觸異性。咁有啲同學都係未講到喎。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而家有1分鐘時間俾雙方。搞笑，
其實今日都可以睇到，今日雙方對方都有好多嘅擔憂，對方擔心我哋嘅學校會男女校會去早戀、早婚、早育。但係有個同學，我哋今日嘅一副提出嘅數據已經好清楚同解釋，係單性別學校佢意外懷孕嘅比率係比男女校係高出18%。當然數據係唔夠嘅，我哋試下從機理去邏輯去諗下，點解係單性別學校會有咁樣嘅情況咧？其實就係正正因為我哋缺少正確嘅教導，去令到佢哋知識何謂正確嘅兩性行為，點樣先可以令到知道去健康咁樣積極探索兩性嘅關係。呢、個正正就係佢哋會導致意外懷孕嘅比率。同時有好多同學，你哋咁樣嘅做法，只會令到佢哋去壓制佢哋荷爾蒙分泌嘅一種求知探索慾。所以我哋更加應該要去透過正確嘅教育，令到佢哋知道應該係要去處理呢一種健康積極嘅兩性關係。第二，有好多同學嘅轉變又同我講話，今日單性別學校更加能夠因材施教。有好多同學，今日你哋呢種性別隔離嘅方式，其實係因性施教，唔係因材施教。真正嘅因材施教係點樣啊？係因應個人唔同嘅能力，就好似我哋男女校做緊嘅分層教育，包括係分配我哋嘅托字班啦、基礎班，因應個人唔同嘅能力，先係做到真正嘅因材施教，而唔係你方所謂嘅因性施教啊！我哋再嚟睇下對方擔心嘅性別刻板印象嘅問題啊！你方唯一做到嘅處理方法就係用性別隔離去切斷男女方面嘅接觸。我方今日認為同佢講呢種方法係因噎廢食，呢種方法就等同於承認教育係冇辦法培養學生嘅自制力同埋管理能力。今日我好簡單舉一個邏輯俾你啊！今日食飯有機會會冚親啦，咁係咪我哋就代表唔俾佢哋食飯啦？好明顯唔係啦！今日一個從未學識游水嘅人，你將佢抌落去深水區，佢會唔會突然之間學識點樣游水啊？唔會啊嘛！你咁樣只會令佢置於更加危險嘅境地。所以我哋見到有方同學，你哋呢種處理方法根本就係治標唔治本嘅。反觀我方嘅數據已經明確咁樣指出，男女校對於培養學生嘅社會適應能力係更加強嘅。我方數據亦都指出，男女喺團隊合作、跨性別溝通同埋解決衝突嘅能力嘅評分，亦都係遠高於你方嘅單性別教育嘅。所以可想而知，你方嘅擔心實在係，你方嘅擔心仲係杞人憂天啦。我方同埋我哋今日兩方嘅主線，亦都係有對衝嘅。你方就話可以減少性別刻板印象，我方就係加深性別刻板印象。咁你方就話男爭子女調轉，男生呢個單性別學校可以更加自由，去願意參與更加多唔同嘅活動。但係今日我方同佢講，呢種係一份假能力。你喺單性別嘅溫室夠膽去選擇做一樣嘢，代唔代表你喺男女共存嘅環境？你喺一間男女混校可以夠膽做呢一樣嘢？唔一定啦。你可唔可以確保到你可以將呢份競爭力同埋勇氣延續到去男女共存嘅環境啊？亦都確定唔到喎。所以今日有方同學真正嘅能力係要因應社會，你要夠膽勇敢打破面對單性別異性，去面對佢哋呢份帶嚟嘅恐懼同埋焦慮，呢個先係真正我哋今日男女校要培養嘅能力，而唔係好似你方所講嘅處理方法。再者，今日如果我哋唔喺中學階段學識點同異性相處，我哋喺之後嘅階段，我哋又應該點樣學呢？根本係冇一個適應期俾呢班學生去學識乜嘢為之正確嘅兩性相處之道啊！所以今日見到有方同學好多嘅解決方法都已經俾我哋拆解晒啦。眾所周知，今日辯論絕對唔成立，多謝各位。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我哋有請正方辯辯黃敏儀同學，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半鐘，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今日9場比賽終於嚟到最後一個辯手嘅時間，評判真係好攰啦，所以我打算輕鬆啲為今場比賽做一個總結。單性別定男女校呢個話題其實拗咗幾十年，雙方各有利弊，一直都冇一個結論。但從客觀嘅數據上嚟講，單性別學校真係越嚟越少。今日嘅辯題，我方係天然嘅敵鋒，但正當我哋為咗探風而苦惱嘅時候，我諗起咗一單新聞啊！大家而家目前常用嘅手機係 smartphone， 中文翻譯過嚟就係智能手機。而美國上個月有一間公司出咗一部新嘅電話，叫做 iPhone， 暫時就仲未有中文，揾喺
機創辦人嘅理念係因為想用呢部極簡功能嘅手機去幫助現代人數位排毒、專注低頭族、遠離數碼鴉片，希望用戶將目光同專注留翻俾身邊最親近嘅人。正常情況下，其實智能手機同男女學校一樣，優勢係大到冇得拗㗎。但係點解單性別學校可以逆風翻盤呢？答案係時勢啊！當智能手機導致手機成癮，毒害一代年輕人嘅時候，就會有人專登出極簡手機反璞歸真。如果唔係今日性觀念開放到數據同你講，男女校有一半嘅人會有愛情問題，會拍拖，會早戀，親密行為好似隨餐附送一樣。3到5時就見到新聞有女學生喺廁所度、喺學校度、喺學校嘅廁所度意外生仔，我哋都唔會意識到，原來男女校正提供緊一個非常適合小情侶發展嘅空間。如果唔係性別平權嘅興起，我哋唔知道原來一直有一大群人因為社會嘅預期同旁人嘅眼光，佢哋一直被逼討厭的説喜愛，喜愛的説討厭。只有給予佢哋更獨立、更大嘅舞台，佢哋都可以大膽咁做自己，而唔需要擔心異性嘅眼光。今日嘅單性別學校就係呢種反璞歸真、對沖世風日下嘅最佳選擇。在座各位，其實青少年返學除咗確保身心健康之外，無非都係兩件事啫。一係學做事，二係學做人，亦即係書本知識同立身處世嘅態度。其實縱觀今日成場比賽，我哋唔需要好複雜嘅比較標準，只需要睇下邊個制度可以令呢班少男少女更加專心咁讀書，更有自信咁行出社會。男女校有男有女，非平衡嘅心態令到生活冇咁寡，我方當然明白啦。但單性別學校最大嘅目的其實唔係隔絕意識，而係隔住朝夕相對、同窗一氣呢啲危險因子。單性別學校亦唔係主張大家不男不女，而係主張一個無需考慮性別、刻板印象，真正忠於自己咁去參與課外活動、去選科、去決定學習方向。最後，無論大家讀緊咩學校，都希望大家天天向上，專心學習，忠於自己，活出真我。